等来到新闻的现场，要提醒大家，交通部预告讲，针对无画车线的巷仔，骑车驶车的这个车速本来是40 km， 即马降低到30 km。车辆对大路挖入去巷仔内，驾驶甲速度甲放较慢，这毋那是安全性的考虑。伫咧现行的法规，大部分的巷路伊限速是每小时40公里。未来若是较下的巷路，时速要降到30公里。时速降低当然是会比较安全。比如说你骑很快的过程当中，另外一边的那个骑车过来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减速，其实那是真的蛮危险。你规矩定的是很好，那一定会降低肇事率。可是没有警察愿意执法。40降到30的话呢，如果行人跟车辆发生碰撞的事故的时候呢，致死率可以从35%降到15%，像是10%。民众的看法差真济，不过这拢是为着要降低事故的致死率。交通部预告要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，其中有一条说明讲，若伫个无画车道线、分享线、分享限制线的路，也就是这款较下的巷仔路，车辆直行的时速要对40公里降到30公里。拟定讲10月初一就要来上路。若是违反的人，上悬会当罚2400块。不过学者认定讲，这伫执法顶悬有困难度。因为监视器也没有测速的功能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要靠警员去做执法的话，也很困难，因为我们的巷弄实在是太多了。另外，有学者建议讲，台湾会当参考日本，伫个巷仔内甲画这个3D 的飘线，互驾驶的人伫个视觉顶悬感觉讲，这个扰乱的物件变多，道路变下，通达到减速的目的。是讲遐济，上重要是这个用路的人会当遵守规则，执法单位要搁加强处理，安尼才通真正降低事故的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